無線電視就4月7日有個別媒體報道管理藝人社交平台一事作出聲明全文如下：就近日個別媒體有關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藝員社交平台合作安排的報道，本公司現作出澄清。本公司一向尊重旗下藝員的個人私隱、合法權益及專業發展需要，並一直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及既定內部程序處理與藝員合作相關的行政及營運安排。有關報導將本公司與藝員之間就社交平台合作及相關安排描述為本公司強制所有藝人交出個人社交平台帳號，以作中央管轄。有關說法並不準確，亦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公司與藝員之間就社交平台事宜的溝通，主要涉及節目宣傳、內容協作、廣告合作及相關營運安排，並一直以合法合規及互相尊重為前提。本公司對任何失實或足以引起公眾誤解的報導表示關注，並保留一切權利。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藝員管理及發展駱奕玲表示，公司與藝員之間的溝通主要是就社交媒體合作方式進行工作層面的交流。我們希望就外界因個別報導而產生的誤解作出澄清。我係洪仕仁，同大家轉述完畢，多謝收看，下次見。Small coffee. One bag, a multi-grain, the cranberry, and a plain one. And then the other bag, 2 plain ones. That's the